你看哦，才几个月而已，从小小棵的幼苗变成这么高了，好像从国历2月份才播种的，插秧的机器插秧，现在才4月20几号，哦，2、3个月，哦，才2个月左右嘞，那长这么高了。从那个机器插秧插下去，大概浮出水面5公分，然后你看长了，变成这么高了，40、50公分的高。这个要用到那个什么，无人机了，喷那个什么防辐射楼的了，很麻烦的，很多工作呢，然后来插秧好了以后，要经过几个礼拜啊，还是1个礼拜啊。它幼苗幼小，好像也受不了肥料，然后要那个施肥了，用机器插秧，不，然后用无人机施肥，用无人机施肥有用人机喷那个43号肥料，一粒一粒小粒的粒肥啊，然后也有喷洒农药。也有用那个无人机喷洒农药的，还也有用人工撒农药的。看到雾茫茫的，用无人机撒农药的比较不会看到一片雾茫茫。你看要用心照顾呢，有喷农药，有喷肥料，有喷那个防辐射楼的那个药。你看这个红色的那个就是辐射楼的卵了，辐射楼的卵，这个就是，你看那个就是辐射楼了，你看你看到辐射楼会吃那个秧苗幼苗